啥年学过用还是个？家长的给真是的，这个要写的，让个要写读。听这个吧，家长能写要写透明的。家长跟俺说我适当个，中国网球看注意个，那么就当年个家个一这个成果变难了，其实他年蒙古是多，就家长跟俺去了当个，一这论是呢，你家长拆解点没有？一年俺面搞了两下作业，超少读，下面呢没现在做的。俺一直当作业的，谈到就家长来几个一样个去可怕才个作业啊。看到你上当差，就家长可怕钱呢，俺他用个银，就这么这些呢，几个也要做着吧，是吧？冇啦，哦，我就这来陪陪。这里老板做样你们嘛是呗？哦，看这场嘛，你们都用个意思的。是，咱们中大这条树叶的呗。好，个树叶，做什么个树叶的？说就说了，俺做老板是研究难的，我那个讲头里面吧，俺做讲头。千里要我学呀，不如着，你也看他做修路，表示的。头水秀妹，俺做数千里用吧。今天可怕用的，看他做老板做，你也写出不学，一的不如着的，一的可以的。说就说了。好呀。看最读书是给多钱啊？有啊。俺们这这些。都是的，让你去吃不着。让个同学讲，俺可怕钱呢，你学家用的，店面俺的嘛多，不就干那么的？电信这么多，旁边让干不不着。就咱们学了，你让说不起，什么上都有，下进去嘞。吃英语好行，你给啥让吃就没有。都咱们认识个啊。